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，约伯记第9章第1节到14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基督同活，认罪悔改得赦免，蒙恩得救，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。就信仰角度而言，生命的改变，以救恩论的角度来说，就是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的救恩同得复活的生命。通常在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人们总是会唉声载道，怨天怨地。大部分的人对于所遇到的困境，先是生气，再来是拒绝接受，然后开始怪天怪地。最可怜的时候是遇到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朋友，他们会给了一些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上帝旨意的意见及看法。圣经中最悲哀的人物，我们说是约伯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约伯记第4章第1节到21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：约伯和他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第一次的对话。圣经记载说，这第一轮的对话，提曼人以利法发言：约伯啊，我若发言，你厌烦吗？我忍受不了长久的沉默。你曾教导过许多人，使软弱的手臂强壮。你的话使快要跌倒的人得到鼓励，使无力的人膝盖坚强。如今灾祸临到你的身上，你反而没有勇气担当。你的虔诚没有给你的信心吗？你那无可指责的生活没有给你盼望吗？想一想，有哪一个无辜的人丧亡？有哪一个正直的人遭殃？我看见耕种邪恶播种毒种的人，他们都收割邪恶的后果。上帝的气息消灭他们，他的愤怒使他们丧亡。邪恶的人像狮子吼叫，像猛狮咆哮，但上帝敲断幼狮的牙齿，制止他们。老狮子抓不到食物而死，幼狮子都离散了。有一次我听见了讯息，声音细微，不容易辨认。当我酣睡的时候，像噩梦一般困扰我。我恐惧站立，我全身发抖，一阵微风吹拂在我脸上，使我毛骨竖立。我看见前面有某种形象，但是无法辨认它是什么。这时我听见从寂静中传出声音说，在上帝的面前，谁配称为义人？在创造主面前，有谁纯洁？上帝不信赖天上的众仆，他指出天使们的过失。难道他会信赖用泥土造成的生物，那根基在尘土里，跟蛀虫一样被压碎的人？人早上活着，傍晚死了，他永远灭亡，也没有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子断了，他死了，仍然愚昧无知。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重新被造，就会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能够了解，这样就容易造成这种鸡同鸭讲的情况。就如同约伯在遇到困境之后，他的3位好友就丢下了一切来陪伴他，但是却用自我的思想来面对，自以为是的言论与约伯谈话。
并无法真正的帮助约伯。实际上，约伯以及他的3位好朋友都需要经历生命的重生。以弗所书第2章1到10节，如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，他说到一个概念：出生入死。他说：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，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。那时候你们随从这世界的邪风恶俗，顺服天界的掌权者，就是管辖着那些违抗上帝命令的人的邪灵。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前都跟他们一样，放纵本性的欲望，随从肉体和意念的私欲，因此我们跟别人没有差别，都注定要受上帝的惩罚。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，他对我们的爱浩大无穷。我们的灵性在违命的最终死了的时候，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，是他的恩典救了你们的。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在天上掌权。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世代代表明他极大的恩典，就是他从基督耶稣向我们显示出来的慈爱。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得救的，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，而是上帝的恩典。既然不是靠着行为，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。上帝是我们创造者，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，要我们行善，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。这些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劝勉，提醒基督徒应当不要靠着行为，而是以自己的行为来不能得救，不能这样子来得救，应当要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与主能够同死，与基督同复活，生命才能够被基督来改变。诗篇77篇苦难的安慰，我要向上帝哀求呼求，我高声呼叫，他垂听了我。患难的时候，我祈求主，我整夜举手祷告，但不得安慰。我思念上帝时，不禁叹息。我沉默的默想，总觉得沮丧。他不让我安眠，我愁烦不安，不能说话。想起过去的日子，追忆以往的岁月，我整夜沉思，我默想自问：难道主永远丢弃我们？难道他不再喜欢我们？他的慈爱永远消失了吗？他的应许代代失效了吗？难道上帝忘了开恩？难道愤怒已取代他的怜悯？于是我说，最使我伤心的是，至高上帝的能力已经改变了。上主啊，我要记住你伟大的作为，我要回忆你往日所成就的奇事，我要沉思你一切的工作，我要默想你大能的作为。上帝啊，你所做的都是圣洁，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跟你相比。你是行神经的上帝，你是向列国彰显你的大能，你用你的大力救赎你的子民，拯救了雅各和约瑟的后裔。上帝啊，河流看见你都畏惧，深渊看见你也都站立。密云降下的大雨，天空发出的雷轰，闪电满天奔驰，你的雷声隆隆。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惊惶颤抖。你跋涉海洋，跨越深渊，但是你的足迹无处可寻。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，像牧者一样带领你的子民。
感谢主赏赐给我们救恩得救的机会和恩典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改变，重新被造，能够与基督同活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